由2025年12月21號中九龍幹線正式開通，油麻地往返九龍灣車程由30分鐘縮短至5分鐘，高鐵站到啟德駕車5分鐘直達，非常方便快捷。剛好趕上新鴻基天璽海燕樓，我哋一齊睇下。我咁講係全啟德跑道最靚樓盤，不服來辯。講返正經嘅，我哋嚟參觀單位，2141車，即199平方，4房4套，備餐區旁有紅酒櫃，絕對豪宅標配。9米長、6米寬嘅客飯廳已經夠震撼。發展商特登打造弧形露台，望出去維港景更加開闊，就問你氣唔氣派？廚房名牌家電唔使多講，工作面仲咁充足，2-3個傭人喺度下廚冇問題。3間客房分別都係套房，其中2間朝向海，可以俾長輩或者子女居住。仲有1間向內院，當然留俾老闆你做書房。望住呢個海，人生意義具體化。主人房無地180度無遮擋海景，張睡床要點擺都得。想了解呢度嘅朋友仔，評論優扣888。